当中大家做做一个参考啦吼。当然，我讲的也是足济不足，也希望讲大家呢吼，咱当时会当讲即个短短的这个东仓的过程当中会当做一个较深入的思考，做一个较重点性的一番掌握，因为重点掌握无对，咱伫思考过程当中讲咱所做，咱会变做一个同意。另外，咱即个思想的话，咱读起来，咱后边吼，咱伫中华大学同时大家同练习，即个就话读起来，咱大家小读一遍啦吼。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容请有者，以其不自生，故能终生。是以圣人，何其心而心先，为其心而心准。这个呢，北音呢是我啦，我读我是北音，读话是也是读册音啦，我所以也是读册音嘛是话。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异书。这个书中内底点啊，来点，天地是不自生，终生。圣人呢是何其心新鲜为其心，何其心新鲜，这唔能紧。为其心心准，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事。到尾啊，成就伊。这个生出为主，拄来说，能够成就伊个人的功业就对了。咱讲观世菩萨身份，咱大家咧瞻仰伊，世尊诸佛菩萨大家身份，咱咧瞻仰伊。伊身份呢，毋是咱个人身份呢，遐个成就呢，人因做过人身份，毋是咱个人身份呢。虽然咱观世菩萨讲要度尽可爱众生，伊啥要成，伊啥要证菩提；地藏菩萨讲要度尽地界的鬼魂，伊啥要成佛，伊啥要成佛道。虽然咱要度尽地界咱可爱众生还袂成，观世菩萨已经成佛了。成义书是个人伊的功业，来讲咱个人已经回归了。这个书咱看法是自书啦，个人的私隐义书比较看。就比如咱上次。天地相共讲到的讲中心，天地中心，伊一个法不对啦，伊迄个理义对，所以不自性，不自性就讲伊是个家己啊。当然是天地是自然之道，这个讲，咱像老师咧比喻这个，无数种境到水中咧比喻就水性啦。水迄个善意万不依不精，是种人之所。咱人要学教，因为咱人有心，水伊是无心，天地伊自然出来了，天是成水。天地来地行成水，水伊自然利万物，伊的功用就是安。老师甲讲迄个物件，迄个自然，迄个功用照到安学伊，就已经将伊接近倒也是安尼，倒也是安尼，伊就是已经接近倒啊。要咱人有心要去效法，要去学习，要去效法，很困难。所以修行有心。但道难行啊，有心是道难行，一定要进行有心。刚才我哋讲幽默啦，道难行啊，进行幽默，这法是啊，性命法是法是啊，所以现在他有心，所以现在这里的讲是不主心，天地是不主心，因为伊不主心，所以就当有心。像咱像老师咧讲，因为伊不改变，因为不结。少年呢，是少年一点，是如果做偌济，就当讲做的啊，拼了了而已吼。我以前讲，做偌济啊，发票拼了了，如果一寡年纪做了而已。有啊，有啊，来了了做啊，伊讲听下班的人讲，听下班的人唔知影，开始因为你变为点样做，人也会拼好。做会去变的人我难，我了我就知影。你看道理也足奇怪。迄囡仔我听咧讲啦，讲一个阿公，都不知后生，孙仔讲
啊，迄囡仔，阿公10箍啊，阿公10箍啊，讲做到对，阿公2箍啊。啊，有另外一个后生的囡仔，逐年拢无咧打那讲考试，然后讲来啦，这开了。愈无考伊啦，愈袂好，你愈食考伊啦，讲愈唔好，伊足奇怪。但咱人感觉足奇怪对啦，我应该讲考就好，但是无考变做咧好，变做好啊，有考变做唔好，这个伊就奇怪。啊，咱人拢知影，社会就是方便就是无，这知影，但是呢。遐奇怪，较方便才好好，啊，偏咱应该偏咱就是好，偏咱就是咱方便就是好。如果偏偏方便是好，确实就是安尼哦。下当甲家己放甲清清静静的做，师傅甲你讲，咱师傅甲你讲，甲家己，包括咱家己咧做，放甲清清静静，当时已经咧差不多。我当然我偏咱底下就来包啦，如果师傅就是安尼讲，师傅的理论就是安尼，只要你会当甲你家己放甲清清静静，当时三啊按伊。合的，伊种先合的，这拢是不是平安？平安种子。啊，姓名呢？哦，脾心调为脾心，伊一定要甲辛苦先放出来。后边辛苦放出来了以后，对倒新鲜新存，这个讲。所以有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有可为有可不为。会当做的一定拼落去，袂当做一定我甲清楚。啊，这地方的对法就是安尼。啊，毋是咱真做去，真理不明，哦，地位显露无出来。该重要的咱无去做，该追求的、该打拼、该用心，咱无去用心。迄款捡倒来，蹲一段时间就变废物嘞，叫咱捡规厝来欢喜甲。蹲规厝内安欢喜甲。啊，若迄个吹，当然是真正万年久啊，永远不变的情况，就咱就有规出来。啊，我条底下无出来，性命好，甲辛苦放了了，甲辛苦的面，你甲辛苦的个人，你是一切地气大发，以心做，一切是做好。啊，这性命伊的理，伊的法讲出来。毋是要讲出来，互咱去甲欣赏；要讲出来，咱去甲学较知道。伊是要讲出来，互咱去考完，互咱有法去做。啊，咱这样大家安尼，这讲去过，但是希望对大家互相变势啦，啊，互安尼讲互安尼，做到安尼，咱接落。